来自新加坡的双胞胎女团 BY2 由姐姐 Michael 白伟芬和妹妹 Yumi 白伟玲组成。出道11年的她们，除了美声嗓音，不断进化的外表也总是成为网友们的讨论焦点。近日即将推出新专辑的 BY2， 在微博上宣布改名的消息，只是新名字一公布，就让大批粉丝傻眼，直呼哪位啊？BY2 日前趁着西洋情人节14日，在微博上宣布改名的消息，从今以后请叫我们 Michael 孙涵 Yumi 孙宇。接着他们的个人账号也跟着更改。对照姐妹原本名叫白伟芬和白伟玲，等于完全改名换姓，这让部分粉丝一时无法接受，直呼新名字还需要时间适应，哪位啊？谁啊？